你有冇諗過喺深圳一條街可以頂一個國家 GDP 嘅1/8？喺2025年，官方嘅 GDP 去到5785億，呢個數字係咩概念？一條街等於一個馬來西亞全國 GDP 嘅1%，等於泰國 GDP 嘅1/10，亦都等於新加坡全國 GDP 嘅1/11。你冇聽錯，係一條街，唔係一個區，亦都唔係成個深圳。喺呢一度，上市公司佔咗103間，全國街道 No.1。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去到2093間，專精特新小巨人去到102間。騰訊、華為、大疆、中興、萬瑞、字節、阿里、百度、小米、OPPO， 全部都喺晒呢度。所以呢一條街嘅樓價咧，亦都係保持住全國喺樓下飲杯咖啡都可能會撞到好多上市公司嘅 CEO、CFO、CO 或者 C 好多個 O。人均 GDP 去到13萬美元以上，有連聲新加坡、日本、韓國。你有時候望下個天，真係可能好多人搭緊直升機喺度返工。玩下手喺街上面見到嘅 Lamborghini 同埋法拉利都可能係攞嚟買餸嘅啫。喺呢一度唔單止消費高，罰款亦都非常高。喺皇家巴士站消防通道停一次車，罰款可以分分鐘去到2000蚊。關注阿 Ken，帶你睇更多灣區嘅威水史。